活活的弄死了朕的一个祥瑞，真是恼人！万岁，难道就这样放过他们？那倒也不会。小路子，奴婢在。传朕口谕，封卢方、徐庆、蒋平3人为6品带刀校尉，奉职于开封府。着令开封府全力追查韩章、白玉堂2人的踪迹。是。慢着，是查缉，不是缉拿。奴婢明白。去吧。万岁，不降旨捉拿这几只老鼠，反而要给他们封官。但今日观看这3鼠武功确实了得，但听说这韩章和白玉堂的本领比这3鼠还要大呀。难道万岁欲将这5鼠都收之御前？这5鼠若不能为朕所用，为国效力的话，必会后患无穷。哦，原来万岁此举是利用封官将韩章、白玉堂引出，然后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声？万岁圣明。有道是天无2日，人无2主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岂容得朝廷之外还有一个不受王法约束的江湖社会？这是五爷让我带给你的。他只留下了一张白纸，上面什么都没写。哎，你们说这是什么道理啊？这意思简单，我觉得武帝呀，这就是个借口，假借送信，把雅兰推到这位岳公子身边，他自己呢就好无羁无盼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。哼！我觉得咱们先离开这里，到城外去找一个地方，好好的商量一下咱们自己的事。哎呦，我的好大哥，咱还商量什么呀？咱就顺着武帝的意思啊，让岳公子和雅兰小姐留在这儿，我们兄弟几个走。我们先去陈州，先闹他个地覆天翻再说。对。卢爷，宫里的王公公来了，说是让3位到前厅去接圣旨。啊？卢方、徐庆、蒋平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查卢方、徐庆、蒋平3人忠君爱国，武艺超群。如今正值圣朝用人之际，特破格封赏卢方、徐庆、蒋平为御前6品带刀侍卫，拨赴开封府任职，着迅速寻找韩章、白玉堂。钦此。卢方，哎，尔等还不快谢恩？那个王公公，我们不太想为官。大胆！皇上封赏的官职，还由得你愿不愿意？王公公，小民乃一介草民，又不懂得礼仪，实在不是当官之才，还烦请王公公您禀告皇上，别为难我们。哼，这么说，皇上封你的官儿还封错了，是在为难你们。王公公，我大哥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呀，那个朝廷选拔人才是吧？如果就各地有人才不当官的，那就要浪费了人才。可我们这都是江湖野汉，我们去当官，太为难我们了。尔等想抗旨不遵？不敢抗旨，只是希望皇上能够见谅。哼，分明是对朝廷怀有2心，图谋不轨。王公公，他们确实是不想当官，绝非是对朝廷怀有2心啊。唉，包大人呢？你怎么都跟着糊涂起来了？啊，
这世上有皇上不能使用的东西吗？唐使这世上真有皇上都不能使用的东西，那它还叫东西吗？留它又有何用？包大人呐，这圣旨不光是给他们仨的，也是给你的，你自己掂量着办吧。三位义士啊，哎，要知道自己还是大宋子民，就赶快进宫谢恩吧。送王公公。岳父大人，这细细想来，万岁这招真是高明。先给三署封官，再让他们去捉拿另外2署，这找回来一网打尽，找不回来就让他们窝里斗，这才叫以狠制狠，以毒攻毒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会窝里斗呢？他们就不会里应外合、内外勾结。岳父大人，咱们可以多派人出去放话，就说万岁给3署封官，就是为了捉拿另外2署。只要他们在窝里斗起来，咱们就有浑水摸鱼的机会。 5署算个屁呀！那是一群头脑塞满淤泥的草寇。包黑子才是我的心腹大患，想起他来，我就余梗在喉，芒刺在背，横竖都不舒坦。岳父大人光生气没用，要想拔掉包黑子那个眼中钉，还需另谋良策。你又有什么新点子？咱们不是还有一张牌吗？谁？羽毛展昭啊！三位义士，本官也未曾想到，万岁会降下这样的旨令，而且如此之快，让人猝不及防啊！事已至此，三位义士有何打算？相爷，那个可否容我兄弟几个商量商量？哦，如此也好，那本官先告退了。对。老心儿啊，我是不做这个官，那咱是绿林好汉啊，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呀，专杀那些贪官污吏。对，你说老心儿，我要是做了这个官，那些绿林好汉，那还不直接来杀老心儿啊？哎，老四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不大哥，我操！我说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咱拍屁股走人，咱回咱的县空岛。哎，到那时候，那咱是大碗的喝酒，大块的吃肉啊，何等的逍遥自在！哎，下去。哎，你这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大？这还差不多。你没听王公公说的吗？啊，如果皇上的一样东西他不能够随心所欲的用的话，那还要他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明白吗？啥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自古帝王用人都有一项基本的原则，不为朕所用，便为朕所杀。所以说啊，皇上的这一招太高明了，他把我们和包大人捆绑在一起。如果我们辞官而别，那么万岁爷必定迁怒于包大人。你们要知道，包大人现在还是戴罪立功、取保候审之人啊。各位，在下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呀，王朝弟兄，咱们谁跟谁呀？你尽管说，我们商量事情都没把你撵出去。说。对。在下以为，行侠不分大小，仗义不在官民。做江湖英雄，除暴安良，诚然可尊可敬。但在朝为官，能够忧国忧民，同样是侠肝义胆的英雄。
他这意思是说呀，咱们几个混绿林的啊，平生最恨贪官污吏吧？杀来杀去，小打小闹，还不如跟着包大人混一下，宰几条大鱼，来几票大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在朝中有一个包大人，他就能够撑起半壁江山。诸位都是明白人，在下奉劝诸位留在开封府，协助包大人惩治贪官，清理朝政。好，既然我们都认为包大人是忠义正直的擎天之柱，那我们就留下来，做一做这擎天之柱下的垫柱石。好，那这垫柱石跟垫脚石一样。客官，听说了吗？前些日子大闹太师府，江南五署，现在已经有3个被皇上封为御前6品带刀侍卫。我也听说了，你也知道？哎，皇上封那3只老鼠，就是为了去捉那2只逃跑的老鼠。哎呦，这可有趣了。当初听说皇上封展昭为御猫，就是为了抓五鼠，结果没抓到。这5只老鼠反过来又大闹东京，如今这五署内部又起了内讧了。哼，这下可更热闹了。哎呀，这皇上啊就是皇上，手段多高明啊！不管当初是封展昭为御猫，还是现在封那个3署为御前带刀侍卫，现在呀，他这叫以毒攻毒。哎，客官，你们说出现这样的局面，谁高兴啊？那当然是庞太师了。再这样闹下去，他们可就把包大人套在东京的汴梁城内，包大人无法去陈州查看他儿子贪污的账目了。哎呦，像这样打来打去啊，吃亏的不还都是咱这些小老百姓吗？哎，我听说去年陈州那边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说了，喝酒啊，喝酒。我们这一不小心都坐上朝廷的官了，那陈州可不就去不成了吗？不但咱们去不了，老2和老5还找不着，你们说有多难啊？哎，那圣旨上不是说让我们去找2哥韩章和5弟白玉堂吗？那我们不妨就利用这一点，先去找2哥韩章。哎，这样好，韩二爷没有闯入过皇宫，没有大罪，可以让他先来开封府，把闹太师府的事情了结了。哎，然后我们再让2哥韩章先去陈州，让他打着老5的名义把这个事情闹大。明日早朝之上，再让相爷向万岁禀明，就说白玉堂现在陈州，相爷要亲自去陈州寻他。可是万岁爷如果不让相爷去，反而让我们去，该如何办？哎，卢医师，我觉得呀，这个陈州之事，最好还是让白五爷自己出面。只要他把事情闹大了，闹得那个庞玉害怕，到那个时候，皇上肯定派相爷出马。这事儿，我家2哥也能把此事闹大了。啊，老2去那儿，给他们扔几个雷公的，那准保把他们炸的是尿滚屁流，大屁都成不了方。那样的话呀，所有人都知道闹事的是韩二爷，而不是白五爷了。对，不是我就不明白，为啥硬要我家老5去啊？三爷啊，我跟你说吧，白五爷那是2次进过宫院禁地的，闯过大祸。明白了吧？还是不明白啊。让白五爷去闹陈州，闹得好可以将功补过；让韩二爷去闹，不就抢了白五爷将功赎罪的机会吗？对，明白了吧？还是不明白，你们这转来转去，我跟你讲，还是喝酒来的痛快。哎，咱们喝酒来的痛快。我跟你讲，不过我倒有一点担心啊，咱们现在是联络不到5弟，万一这5弟他还在东京，以他这性子，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了，那他不是罪上加罪了？对啊，如果到了那个地步，又该如何办呢？大爷，你放心，一个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们开封府不搞株连。我担心的是啊，现在老5要是把事情闹大了，万岁爷下旨，让我们几个新的侍卫去抓人，你说到时候我们是抓还是不抓？当然不能抓了。你们是兄弟，不好出手。
那就让我赵四爷一人出马，将他缉拿归案。五弟，五弟，五弟，白五爷，老五，五弟，白五爷，老五，五弟，老五估计现在不方便见我们，要不然咱们还是歇了吧，啊，免得惊动相爷。这里没事了。哎，你们都回去吧。估计昨天我五弟已经听到我们的谈话了，现在他的人估计都去陈州了。我想禀明相爷，即刻动身。我想去找我的二哥韩章。那如何才能找到韩义士呢？相爷有所不知，我二哥韩章的母亲的冥寿就快要到了，每年这个时候他是肯定要去的。我想，我先赶过去，直接在他母亲的坟头等着他。好。跟他们不同。吓我一跳！想什么呢？啊？没有啊，还说没有？有一个牵肠挂肚的人想着，也是一种痛苦的幸福吧？不是身临其境，你哪里知道其中到底什么滋味？雅兰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白玉堂娶你的。请问岳公子在吗？王朝来了，请进。岳公子，哦，雅兰姑娘也在啊。王护卫，蒋四爷前往江南寻找韩二爷了，相爷有些不放心，想请公子暗中走一趟，以防不测。好，就随他们去一趟。公子走后，雅兰姑娘还是搬到相府去住吧，正好跟秋葵做个伴儿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好，在下告辞。燕飞见过孙大人，你就是江湖人称白蝴蝶的燕飞？正是在下。交办给你的事情，他们都跟你讲清楚了？讲清楚了。好。本官刚刚得到消息，蒋平已经出发，你可以动身了。万岁！白玉堂两闯进宫，大闹皇城，天下为之震惊。开封府尹包拯戴罪立功，至今只拿住3名胁宠，重犯白玉堂仍逍遥法外。臣恳请万岁将包拯重新交大理寺问罪，另派协能捉拿白玉堂等归案。包爱卿啊，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，这白玉堂为何还未缉拿归案呢？启奏万岁，臣已查实，这白玉堂已经逃离东京，目前逃至陈州一带流窜，因此，臣正要恳请万岁下旨，允臣带人前往陈州缉拿。
万岁！据臣所知，那韩章与白玉堂根本没有去陈州，而是去了江南，为韩章母亲的冥寿上坟烧香去了。你这消息又是从何而来？回万岁，微臣有个家人，就是江南太湖人，不久前请假回家探亲，昨日刚回。他说在太湖的桑花镇见过韩章与白玉堂。包爱卿，你说这白玉堂在陈州，可这孙大人却说他在江南，朕到底该信谁呀？启禀万岁，据臣查实，韩章和白玉堂确已分手，去江南给母亲扫墓的只是韩章，而白玉堂确实还在陈州一带。这白玉堂两闯皇宫，他才是朕要缉拿的要犯。万岁，臣的家人明明在江南见过二人，而包拯却颠倒黑白，不顾事实，这分明是别有用心呢。启奏万岁，不如这样，允臣带人前往陈州缉拿，由孙大人带人前往江南查看，谁逮住了白玉堂，谁的话就是真的。这主意不错。万岁，臣乃闻旨，缉拿凶盗非臣所能啊。哦，可以请陛下下旨，由地方官员派人协助缉拿呀。万岁，缉拿白玉堂本是包拯分内之职，怎能推给孙大人？既然如此，就请陛下允臣独立办案，其他之人不要混淆视听，干扰公务，是非成败完全由臣一人承担。万岁，臣以为，无论白玉堂是在陈州还是在江南，都无需包拯大人亲自前往。开封府人才济济，原有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四护卫，现有新添三署，缉拿一个白玉堂，已是绰绰有余。启禀陛下，臣乃戴罪之人，如果将来事情成功，这功劳又该算谁的呢？当然是你的。如果事情不成，那么这责任又该由何人承担呢？当然也算你的。那臣还是愿意亲自前往，否则手下之人办事不力，放走了侵犯，岂不活活坑死为臣？因此，只要臣亲自前往，无论出了何事，将来就是引颈受禄，臣也怨不得他人。万岁，包拯这是胡搅蛮缠呀！包爱卿啊，臣在。目前手上还有几件未结的案子？回万岁，只有2件，用不了几天即可审完。速速将他结案，然后赶往陈州，给我缉拿侵犯白玉堂。臣遵旨。万岁。退朝。退朝。恭送万岁。臣已经有了2招对付包黑子的办法，但需要把包拯留在京城。只要娘娘想办法，把包拯离京的时间再拖上10天就好了。那10天之后呢？10天之后，他想再走，那也不可能了。可如何才能拖上10天呢？对了，那包黑子不是一口咬定白玉堂人在陈州吗？不，就说他不在陈州，就在京城。就在京城？对，就在京城，而且还在疯狂作案。对，娘娘此计真是高明啊！本来那个白蝴蝶燕飞倒是个合适的人选，不巧她刚好去了江南，这远水她解不了近渴呀。太爷，太爷，庞旺从陈州回来，说有要事禀告。来得正好，唤他进来。是。太爷，又出事了。又怎么了？白玉堂又到陈州去了。白玉堂果然去了陈州，已经2闯皇亲花园，杀了好几个人。第2次还公然叫嚣，要取老爷的首级，吓得老爷
夫人，还有小少爷，一到晚上就找地方躲起来。老爷就算是上茅房，都得找好几个武林高手盯着他方便。赵县官那么多武林高手，难道对付不了一个白玉堂？还真亏前不久从太爷府中去陈州的沈仲元，他命令那帮武林高手日夜分2班防守，一有动静就同声报警，才多少把白玉堂那小泼皮给镇住了一些。这本来还说从那边调2个高手过来效力，哼，没想到那边倒闹得不可开交了。再怎么闹，此人也得调。你马上赶回陈州，禀报你的老爷，立即调沈正元和几个武林高手来东京提用。太爷，这沈仲元他这些天正在寸步不离地保护老爷啊。告诉你家老爷，要顾全大局啊。遭天杀的！哎呀，又是一个！你说这连续3天，就有3户人家好端端的女孩，就被这淫贼给糟蹋了。县令不是已经张榜悬赏捉拿这采花淫贼了吗？哎呀，张榜悬赏有什么用啊？那群饭桶还能指望他们吗？那能指望得上吗？他们欺负老百姓，个个都是绝世高手，见到真正的贼子，就全都是癞蛤蟆了。你说江南这么大地方，这混蛋就偏偏祸害咱们桑花镇，你说和咱们有仇吗？这是说的是。好好狠毒的采花淫贼，我暂不忙，去上坟把这贼子杀了，为桑花镇百姓报仇。驾！老头子，歇一歇，喝口水来。谁呀？来了！韩章，张婶，张儿啊，来喝点水。谢。张儿，这回回来是给你爹娘上坟的？啊，真是个孝子，不管到哪儿，不管多远多近，每年都按时回来。表哥表嫂子没在家啊。你表哥和表弟都进山采药去了，你表嫂回娘家，都要过几天才回来。你上次来呀，匆匆就走了，这次给你爹娘扫完墓，可得多住几天。我听说镇子里面最近出事儿了。哎，真是造孽！也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的采花盗贼，一连3天呢，害死了3个黄花闺女。现在镇上的人心惶惶，特别是那些有女儿的家庭，吓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都嚷着要搬离这桑花镇。你问这事儿，保不住是想管这闲事儿吧？哎呀，这可使不得！那个淫贼可厉害了，来无影去无踪的。那衙门里派了好几个捕快，就住在镇子上，还保不了每天晚上都出事儿呢。哎呀，张儿，你看你爹娘死得早，家里就剩下你这个独苗了，到现在还没找个媳妇儿，这万一有个3长2短的，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啊？我要是不管，更对不起我父母。张儿啊，表叔知道你是大侠，路见不出，除暴安良，想不让你拔刀亮剑吧，比杀你都难受。表叔也不加阻拦你，只是让你小心在意。这天色将晚，前面就是桑花镇。可如果二哥要是躲起来不愿意见我，那该如何是好？
这位道兄，贫道起手了。请了，请了。哎，这位道兄啊，小道想问一下，桂冠是否有一位叫洪道元洪仙长的在此修炼呢？道友找他？正是。他已经死了啊，2年前就已经驾鹤西游了。哎呦，无量寿佛，真是太遗憾了。不知道友找他何事啊？不瞒这位道兄说呀，我和洪道友那是有一面之缘。今天呢，小道是路过宝地，这天色已晚，想在桂冠里借宿一宿，不知仙长你可否应允呐？也罢也罢，我看你人小瘦弱，也不像滋事之人啊。既然与洪道兄有过一面之缘，那这样，你在这儿啊稍等片刻，我去前面村子鼓些酒来啊。哎，慢来慢来哦，这位师兄，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。不瞒师兄讲，小道也好此一口。再说，这酒本来就是我玄门应有之物。道兄告诉我去哪里沽酒，今夜我来侍奉天长。道兄初来乍到，让你破费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沿着这条路朝前走个1里多地，就有个村子。那村口啊，便有个酒家啊，立着好高个旗子。师兄等我，小道去就回。师兄啊，麻烦你。好，给我。3位英雄，请稍后，我去请我家太爷。哟，有劳管家。哟，我等参见太师。好，免礼。起来吧。谢太师。欢迎各路英雄驾临京城。不知来之前国舅爷有何吩咐啊？回太师，国舅爷让我等啊，全力听从太师的吩咐。道兄，道兄，哎呦，道友刚到此地，就让你如此破费，哎呀，这贫道心里过意不去呀。有道是酒肉不分家啊，师兄，你我同门师兄弟，何况道长如此待我，理当敬奉啊！好，既然如此，那随贫道进去啊。师兄，来，道友。道友，有些重要的话，我先跟你说下。好，师兄请讲。一会儿呢，我们这当家的回来啊，你可千万不要作声啊，不让他知道最好。我们就在这屋里啊喝酒，喝好了咱们便休息，啊。外面有什么响动，你可千万别出去。好，来，师兄，喝酒，我们不出去。师兄啊，这个有点奇怪啊，贵当家的是干什么的呀？我们这当家的呀，叫吴道成。这过去呀，他是个降马。捷径的强盗啊！哎呦，可不敢宣扬啊！要是让他听见了，咱们俩的性命可不保啊！喝酒。哎呀，这个这么厉害啊！哎呦，厉害着呢！你就说半年前吧，那天晚上，他突然呢从那个墙上跳到罐里。那个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老道长看见他身上有血迹，就想跟道友啊去报官，谁知道就这说话的声音一大，让他听见了。第二天，2个人双就死在自己床上。哎呦，罪过！来，师兄，咱们不管他们，咱们喝酒。后来呢？他还跟我们说那个是得了病暴毙了。谁不知道？准是他干的。你看，这好好的一个修仙之地，现在呀，都成了土匪的窝了。哎呀，就前2天，他又来了个同伙，白天就住在这儿，晚上竟出去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师兄，来，太吓人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师兄你怎么知道人家出去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？
哟，师兄很谨慎，小弟佩服师兄。谨慎好，谨慎好。来，师兄，为师兄的谨慎，小弟敬你一杯。好啊。这些贼人如此小心呐，他肯定是不会告诉师兄他叫什么的。哎，可不是，啊，他天天跟我们嚷嚷，哎，说他叫什么？叫展昭。哦，他跟你们说，他叫展昭。对，展昭。孙大人深夜召唤，有何吩咐啊？我来正式告诉各位，你们这次来京要干的就一件事，请说。入室杀人。害怕？不是害怕，而是惊讶。我等就是太师和国舅养的狗，让我们咬谁就咬谁，绝不含糊。杀人放火原本就是我们的看家本事，又起来这害怕或不害怕这一说。说得没错，孙大人，太师和国舅爷的仇人便是我等的仇人。好，爽快，不愧是响当当的绿林豪杰。不过，这次要杀的并非太师的仇人，相反，他们不是太师的门生，就是太师的故旧。他们暗中背叛了太师，打了太师的翻天印。今晚第一个要去的是槐树胡同的曹都统家，不能杀本人，也不能光杀下人，多找一些账房啊、管家呀、小妾呀之类的下手，再抢一些财物。一定记住，在现场丢下几句话，亮出白玉堂的名号。白玉堂，他不是在陈州吗？不，白玉堂就在东京，你们就是白玉堂。哦，我等明白。要去人家的地址都写在这上面，每天晚上一家，完事回来领命。得令。大兄，再敬你一杯。来，满上，满上。哎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小弟今夜在哪里睡呀？小弟今夜也不准备睡了。